时段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今麦有真侪民众买物件，下个日早环保袋啊，家己准备田鸭肉甲田菇。台中有一对翁仔某李嘉玲甲萧正元，因来开一间鸟旅馆。4年前开始彻底执行着零废弃的生活。因出门下早温水罐甲保鲜鸭肉，因会用水果皮自制清洁用品，啊若喷是摕来做堆肥。 而且就便所是用手巾啊代替卫生纸。两翁仔某秉持的理念就是做一个有意识的生活者，毋是无意识的消费者。两个人7只猫，一个月粪扫量竟然只有104公克。零废弃的生活革命，做伙来看。装满，对，装满。 他们来会自己拿袋子来，再装到他们的袋子。你可以透过减少垃圾去重新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每天都在过什么样的生活？Hello。 我昨天有问要买苦茶油，我早上瓶子刚削好了。一重是1.8克。好，我会先问他们有没有榨油，因为他们要保存的关系会装在瓶子里面。装满，对，装满。 就为了透早上街路买采买物件，伊是41岁李嘉玲，是一个环保生活的实践者。你敢有发现？ 伊所有缀物件家私，拢是有经过用透明管啊，会使准则家己的需求量，这正是伊零浪费的生活之道。番茄，好，这样。这个塑胶袋我就是会请他拿掉，然后他一定会再重复使用。我给你买菜买偌久啊？不止啊4年了，很久哎，所以我们已经很有默契了。无去超市，改去传统菜市啊，经有线笼式的店面，买是无经过包装的青菜甲水果，家己准备购物袋啊，绝对无用塑胶袋啊，无用一次性的容器，连买洗面乳嘛是用玻璃罐啊缀两去。 我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分享自备餐具买早餐。从以前我们家隔壁就是早餐店，然后我们一样就是塑胶袋啊，就是反正全部你想得到的垃圾，我们都把它拿回家，然后一餐我们的垃圾桶就满了。然后刚好就那一天我看到，然后我想说哦可以这样哦，好，那我也是学看看，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开始了。 就是我一定会拿一个容器，然后把我切下来的生厨余放进去里面。就是我一定会堆肥，然后鸡蛋壳的话，我都会另外再收集，然后把它晒干，打成粉，给邻居妈妈去种东西，她很喜欢。这全部都是蛋壳粉。 将做料理剩的喷甲无用的两空拢保留落来，对冰箱内面的食材拢掌握甲一清二楚，以免重复购买。对伊来讲，有计划消费，就是迈向零废弃生活关键的一步。塑胶袋其实很多啦，所以可以好好的利用它，不一定说哦完全都不要用。然后这些袋子就是其实不是我产生的，可能朋友拿东西来给你啊，然后可能没有拿回去啊，我就把它留着，然后我稍微记一下我有什么，我就会写在这里，我就写我买什么，我就不会忘记。 然后这样也可以减少开冰箱的几率。高丽菜乘1，然后玉米笋。一开始会觉得一直碰壁，因为你要去找可以让你自备容器的店家，然后你要去寻找对的食物，就是你想要买的，然后又减少包装，对土地友善的。一开始会觉得很难找，一旦后来找到了，你就会一直都是去这些店买东西，也变得比较有计划性一点。我一开始是为了我想要赶快去适应这样子的方式，我会
较厚脸皮的拿着那些东西到处去买，但是你买了之后习惯之后，其实吃还是一样这样正常在吃啊，就是少了垃圾。其实李嘉玲本来嘛是足够黑白马，因为2016年开始决心要展开零废弃之路，后来因先生萧俊彦嘛做加入，阿某两人实行这款生活模式，到今嘛已经4档外，尽力将日子过了简单，唔拿做一个不速之客，嘛减少粪扫量，降低欲望。今嘛因唔免买粪扫袋啊，嘛唔免坐粪扫车。采访这一天，原为早起9点对翕到下晡的4点，7点钟内因完全无借助粪扫。根据环保署最新统计资料，去年2019年，台湾平均每人每日的一般废弃物产生量是1.139公斤。不过您能想象吗？这一罐是吕嘉玲跟先生萧俊彦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搜集的月垃圾量，只有大约151公克。现在的应该量又更少了。对啊，因为现在没有这个电池的，因为现在是用重复充电的。然后这个胶囊，我现在会拿去堆肥。现代生活塑胶制品、商品包装无所不在，每一天产生的粪扫量真可观。环保署的统计，一般废弃物讲的是一般粪扫、大型的粪扫、资源粪扫加喷等等。敢若2019年，全台湾就产生981万吨。不过李嘉玲甲萧俊彦因收集过家己的粪扫量，上少的记录，两个人7只猫，每个月干那104克。100多克，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就是你拿起你的手机的那个差不多那个重量。以前产生的垃圾我是没有算过可是光想象就很可怕了。吃饭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应该不止他觉得我走火入魔，应该每个人都觉得我走火入魔。很多人形容做环保的就是魔人之类的，因为什么都不能用，看到我们就是全部的东西都要赶快收起来，藏起来，其实没那么恐怖。想办法为源头避免产生粪扫，无多免除的就搁再利用，是讲要放弃便利性，改变旧年习惯，敢遐简单。我跟我先生的衣服就只有现在这一些，整理了大概10几20个箱子起来了，就捐掉。改变习惯一定会有一些冲击，肯定会是痛苦的，可是挨过就可以了，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方便，可能对某些人会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如果你找到方法的话，我觉得会变得很轻松。环保的部分可能没办法马上就看到成效，但是可以在你生活上，你可能会觉得，花费变少了，东西变整齐了，就是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很简单。谢一链，这对阿某住的所在，和猫咪用的猫刷是环保会使分解的茶壶刷，会使甲喷做伙做堆肥，厝内清洁剂是用果子皮做的。便所内面竟然是无看到卫生纸。用纱布巾，然后因为我们是用免治马桶，所以就不需要用到卫生纸。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3年以上没有买卫生纸了。便所内差不多无消耗性的个人用品，用手巾仔代替卫生纸，用月亮杯加布珠仔代替卫生棉，信手顶面打下绝传单，以免浪费纸。李嘉玲甲萧俊彦经营的环保料理馆，这是成为真侪零废弃同款理念的人的环保基地。收集来自各方的尿刷桶重复再使用，因其他体有同款理念的人，甲厂商电牛奶、豆油等等，用玻璃杆仔底好，减少粪扫的产生。而且卖使互相换二手的物件，成为现代环境好的循环。应该1个多月有了吧？你才参加1个多月哦。对，我自己是还不多，就是尽量就是带环保餐具这一些这样子，尽量从小地方做起。那参与他们之后觉得呢？就觉得说，这个理念是对大家之后都是好的，所以也会想要继续购买像这样子的商品。
今年3月到7月就减少了1136个桶子，没有减少它就会产生这么多。牛奶瓶已经2年多减少了982个，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环保事情在我们店里一直在流动着。消费行为的改变，透过实行环保，嘛间接会使节省开销。李嘉玲就算过，即马免买生理用品，减买衫甲鞋啊，减少外食饮料等等，一年会使省差不多10万块。李嘉玲跟先生更加创办零废弃教会，加几百名共理念的人，做伙贯彻友善环境，降低对地球的危害。当一个有意识的生活者，不要当一个无意识的消费者。我觉得有时候谈环境议题会变得很严肃，这要看每个人有没有那个意识。你可以去体验，然后先不用带任何的批判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透过减少垃圾去重新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每天都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目的就是影响更多人，可以去做一些，虽然不是马上立即可以看到啊，但是相信如果一个人带着100个里面带1个人进来做，其实就算是很大的功德。零废弃生活敢会通？李嘉玲甲小俊岩这对翁某实际去做，将家己甲生活形态简单化，用无浪费、珍惜资源的态度，开启一场生活的新革命。更加希望零废弃行动会使向外传出去，有关民众的环保意识。只要每一个人先尽一点仔力量，你我大的地球就会使有所改变。